圣诞老公公，佢只阿伯佬。对啊，他不见了。佢只阿伯佬。像好像，像，哎靠北，来啊！开车二杯龙，哎开车二杯龙，靠北。阿姐啊，43号啊！恭维咧，恭维咧，恭维咧，恭维咧。啊，是吧？等等，你说什么？刚，哎，刚，靠背。妈，我脑不舒服。哎，至于什么时候到车上？靠背。我也是外挂车哎。哦对吼，我都顾无讲咯，我靠背。哦。哎呦干！我了。干！我一直不敢，我一直不敢下车，就是因为怕死掉。还干阿逼呀！
嘣，靠背，干！啊啊！嘣嘣！哎呦！对呀，啊！干我是。对，哎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哎呦！我的天呀！哎，阿宇是小鱼仔吗？是吗？啊？就重开啊！哎，喂，那不起啊！谁啊？谁啊？知道是谁啊？阿秋。喂，在เต้น
四十号有那小啊？哎，抓小啦！抓小了！我，装不出来无啦？装不出来无啦啊！啥啊？哎，开始在想啊，想一抓啊，小贼啊！你小到贼啊！哦，麦克抓啦！洗着了。咋了？不来。哎呦！我生气了！靠北了一场。阿秋，啊你，你做地位呀？你做地位呢？我做地位啦！高怎么绑住了？我怎么绑了？啊，这地位啦！哦，什么？好累啊！奇怪，哎呦靠北啊！是绑我的球。40九，呆哦，啊你当废物啊！但我听无你的声。
靠背哦，操他妈的逼也拎薄啊嘞！啊哈，卖叫啊，你这屁啊！我气你了，我的干！算了算了。喵喵，一标1万啊！标干嘛不要？我把全服拉过来。标什么？标什么？一标1万哦。啊，10万起标啦。这一台啊？我的免考虑啊。好啦，10万起标。好啦，10万起标，400万。我先下线了。好，干小叶来了。哇，这干小叶，我刚刚有没有要叫你去找那个云儿？再去找云儿跟那个另外一个女生。 6000万，干你娘管理员不可以参加了。哎，小叶，黄玉瑞6000亿，认真一点啊！好啦，重来啊！好，1万开始。也不是10万起标，1万起标。那我可以标提示，还是几个？100啊，10万起标，那算了吧。一标1万，一标1万。好，一标1万了，好，那现在10万嘛，150万。 150万。151万，还一标1万了。上次被坑钱了。我看你们要标到什么时候？妈，我先点根烟草。 250了，300了，251万。给他2哦。我今天给你们一个爽感的好不好？那个今天赞助，没有，今天到明天赞助500块，有没有？7点直接送2000分。啊！这样交之前的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只限在今天听到了。我现在在伺服器说。这台车没有了。那么嗨的。你说积分送1500好了，不要送太多。哦，1500很多呢。那也很多了。 1500很多呢。 1500超多的。啊，怎么没有人要标？好啦，要最高1000万啊，1400万啊。哦，这消防车真的是。休息。差1分钟。他好可怜哦。注意一下。黑骑士。他下线了。我们来环岛了，好啦，来啦，不用标了啦，来啊，我跟你讲啦，现在来玩啦，那台 LP 700我现在就送了。送 LP 700。已经加贺哦，1000元游戏币。抓到我，别上进。要怎么抓到你？啊，把我撞到车不能跑，或是说我会有拖车。那我开坦克车了啊。军事出去抓一台。因为区地也没有给你开吧？真的啊。
去过了，我跑去过了。不知道这台吗？感觉车好这一台是哎呀，不是这台 LV700，另外一台，这台是赞助车，等一下啦，另外一台 LV700跟这台长得有人用撞了啊，可以开窗，可以开窗。我只看到我那个熟悉的法拉利那一台，子杰，你这样不算哦，子杰，你这样不算哦。直接坐在旁边你。你要怎么把它扳倒？我比较在意这一点。没事啊，我懒得抢。来啦，不不要上我车啦，哪一台？因为我来上你车的，蓝色蓝色，这台。OK。1、2、3，哎，等一下，先不要开枪，先让我跑哦。好了，你要直走还左转还右转？我要左转，你妈腐烂操！我要真的要右转没？不，真的要左转没？啊！我弄他蛇啦！这是一件。哦，这转向哦。哦，尼龙，你要减肥了。我光看，完了完了，有人车被我撞烂了。我觉得你的车好像是最惨的一个。啊，我可以开他们吧？可以啊。可是他们也抓不到。为什么会开到飞在空中？这台车是赞助车，他妈想抓到。有人在飞，我在看啊，我在看现在战况啊。嗯，啊，人类啦！看状况看这样子看呐、我也是想搞笑。这个速度，谁追得到？他妈2700的赞助车不是跟你开玩笑。速度多少？我们队这样不就好了？速度瞬间就100那个。现在战况激烈，战况激烈啊！现在有人追着阿弥在乱跑了啊！前面那个，前面是谁？阿公啦，阿公不在意，那个是阿公。我天，啊，你们飘去哪了？飘向北方。他们是飘到了奇妙的地方。我一直在找你们，找不到。红色 LV700啊！啊，飘去哪了？他飘到很奇妙的地方。很快啊！就是有个蓝色标志的地方啊。你们对，是蓝色环岛哦，标志。他们去环岛了，我跟子杰是不知道了。我也是不知道啊。我也是不知道，我在楼车上呢。哦，那是谁？那是谁？谁？啊，要战况激烈，战况激烈啊！我觉得好像只是。所以你们要先回来了吗？啊，我让兵车，我让兵车。我敢开无敌啊！哎，真是没人抓得到你耶！有谁？我不知道你是谁。耶！哎，我来，闭车！来了！屁耶，这太快了吧！有在那个，叫阿公，起飞！让你阿公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那台布加迪不是你吗？不是啊，我在宫廷呢，对啊，我他们还在宫廷。你刚才不是被我撞吗？我没有撞啊。我刚才不是有撞你？哦，很派，这是谁？这谁啊？好派啊！没有，我没有在宫廷，我没有，我刚刚都是一个人啊。哎，干我枪被收起来，干！哎呦，干！阿明这招聪明哎，阿明这招聪明哎，干那车怎么会飞啊？进去以后他们就没办法拿枪了。好聪明啊！好聪明哦！哎呦！哎，车哎呦！车真的撞得坏吗？我现在的防御只剩到100。不知道，我比较好奇那个是谁？燕城啊，很好。是吧？他那衣服好像是外层。啊人呢？干！
直接飞过去。你直接飞过开玩笑，我跟你讲，我赞助车的素质都调很高没？你现在看过更会飞的吗？我现在都还在状况外，不知道你们在干嘛。干飞飞很远，飞很远，安全降落。要不要飞到海里面好？哎，有可能，然后哎，就别飞。阿赫，你真的会进去？你其他的你，哎，不会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直接好玩哈。很好玩。你至少没飞到海里面就不错了。哦，可以，等一下是可以讲钱的。妈，谁追得到啊？人呢？那也不 OK 啊，你们后面这个观战车，什么都不见了。我的妈，是这样子下来的吗？哎，人家跑去哪了？啊，现在这个位置在哪？不见得。我们刚才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对啊，直接我调到车子数据很屌哈。行了，这个是你这个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个是一买来你一赞助完它的车子原厂数据，还没有经过改装的。哦，好难，这是 LP 700R 吗？不是吧？这是700啊。我说700 LP， 可这台赛怎么难转啊？不爽抓了啊，干！他不爽，他飞来这边就这样。我们去他后面抢劫了，就这一台。傻逼！我们去抢劫了，几个警察，2个，这我都快是三小。不用拿了。我干，你车怎么那么快啦？干你啊！我也不知道呢。很快啊！啊，对，那也不 OK。哦，哦，对，很会哈。嗯，他们用那个啊，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幽兰为什么说敢挑衅警察，你知道吗？阿秋是谁？到底哪啦？我去！他们应该在一个蓝色标志的地方。哦，靠北啊！按10分礼你的快乐，我都是。这个在的。我刚才有台红色的车去过去，直接看到。在后面来，红色车在后面来。他们的警派。干，我枪要被收起来了，妈的！操！嘞！你打不到我。那怎么射不坏啊？他妈的就没打到我半发啊，白痴哦！阿明，我的枪弄好了吗？狙击枪吗？嗯。狙击枪我放一下就好了。空降完。狙击枪。哎呦，别绑架！我要上车啦，算了，我直接上去就好，你懂。绑架！直接再一次啊！啊干！他妈死了！真的有人被我们骗了。互撞了。等下你要去哪里？然后我在那个，我要死了！我的枪开了，兄弟。哎，这边就是这。就是这了。射了！
出来了，直接上高速哎干是不是？妈的，我怎么飞出来了啊？睡，哦，你在干嘛啦？哎，看我车变什么样子啊？靠！开啦哦，直接我的操控很屌哦，哎呦，错，开玩笑，飞车我最会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好，直接我们靠背那个杯啊！我们已经540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哎，之后我们2个在追，直接送我们2个啊！废话，这个怎么追？这个是我也不会追了。要给个感谢那个鼓励奖，好了，鼓励奖给你10块钱啊。再加2个0啊！好了，1000块啊，台币啊，换啊！游戏币啊。不喝啊！这台赞助车，我跟你讲啊，速度不是最快，可是它的转弯性跟速度是伺服器第一的。但是如果论速度的话，是 Bugatti Chiron， 这台 LP700是最快的。因为之前红哥妈调的跟狗屎一样，这台车我花了半小时在调。李勇，你的车子有没有考虑换模组？你的真我找不到它的其他模组啊。没关系，我找。我可能会换，因为你那台车转向是加速很慢。啊，你们飘去哪了？大佬怎么又飞出去了？直接进来啊，进来呗！他真的进来了。因为我没会怕、哦。可能，谁啊？谁？你知道你进来你拿不了枪吗？知道。卖必要，你自己试试看啊。卖必要。来，这里。哎呦，靠背那个打掉，刚才你被打到。这个是谁？哎，你怎么又飞出去了啦？你是怎样？刚我明明已经把你为什么打到？你穿墙。哪里啊？系个安全带啊！在哪里啊？我们在买外卖啊。很会跑呢。直接看是不是有一台车去过去啊？有啊。干你！哦，对，真的有一台车去过去了，我刚才以为看假的。你活好不舒服。直接你来开看吗？你开就好嘞。跑去哪了？我在这啦！所以谁在抢劫啊？我看我会被打死，我被打死。谁呢？干我你个瞬移呀！什么瞬移？我刚才那个，哎，快了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他们飞很远。我那么丢啊！哦，阿公你几号？我，我看阿公38。我先把阿公复活。Thank you。啊，人类啦，哦，直接，你会觉得我们很悠闲？有。啊，人类啦！我们2个都差点要死，就给我跑掉。等一下换枪，干，不然这样好了啦，我跟子杰其中死一个就算了。下的，我血只有一半。
我血只有一半。人类啦，哦。